据报道，获得资金的联合国人权特使正在试图中共对维吾尔人政策合法化。在一份记录了联合国与之合作、访问和赞助活动的机构、国家和政府中的报告，批准中共在东突厥散问题上宣传的联合国人权特使阿琳娜·杜汉，去年通过其伙伴关系从北京政府获得了20万美元。就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访东突厥散前夕，所谓东突厥散新疆党委召开了第10届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，通过了所谓新疆第48次决定。在安卡拉，许多著名学者、非政府组织代表、艺术家和政治家、市委会主席领导人聚集一堂，纪念了1944年5月18日克里米亚坦塔人流放的种族灭绝事件78周年。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苏玉婷表示，美国取消对中国额外关税符合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此前表示，赞成美国取消对中国的部分附加关税。美国、芬兰、瑞典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了3方会晤后发表了新闻讲话。拜登表示，美国强烈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，这2个国家的加入将使北约更加强大。芬兰总统表示，他们同意解决土耳其的安全问题。中国通过实施替代贸易路线，使美国担心正在将“一带一路”项目扩展到南美。中国中远集团正在米卢完成其在南美的第1个港口的建设，这个耗资30亿美元的建筑工地也将使中国能够在大陆上建立一个新的战略中心。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·鲍尔上将表示，将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前的进程中，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，不像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。